是世间最纯粹的珍珠。莎士比亚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，行为才是中心的最好说明。莎士比亚无数人的失败，都是失败于做事情不彻底，往往做到离成功只差一步就停下来。莎士比亚女人是用耳朵恋爱的，而男人如果会产生爱情的话，却是用眼睛来恋爱。莎士比亚时间是审查一切罪犯的最老练的法官。莎士比亚俏皮话就像练剑用的钝刀猴子，怎样使也伤不了人。莎士比亚朋友间必须是患难相济，那才能说得上是真正的友谊。莎士比亚志愿不过是记忆的奴隶，总是有始无终，虎头蛇尾，像未熟切果子密布树梢，一朝红烂就会离去枝条。莎士比亚一个人看不见自己的鼻子，教堂屋顶上的风信标变幻莫测。莎士比亚适当的悲衰可以表示感情的深切，过度的伤心却可以证明智慧的欠缺。莎士比亚恶人的友谊一下子就会变成恐惧，恐惧会引起彼此憎恨，憎恨的结果总有一方或双方得到就有应得的死